顶礼拜，中国2个航艦编队是同时出现伫西太平洋，这就造成印太局势也有台海局势拢真紧张。美国海军的代理作战部长12日就表示，为着阻挡中国的拍台湾，是会定期全球兵棋推演，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，和台湾将做真歹进攻的目标。 中国军舰山东号、辽宁号顶礼拜6礼拜第一摆做伙伫日本南部岛屿附近的太平洋海峡附近的活动，而且对山东号起飞的歼15战机和实施警戒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P-3C 巡逻机，中国敢若45公尺。 对相片顶外，咱看到歼15战机技术搭载飞弹，日本这边嘛严重观测中国军机无正常划过来的行为。咱的国防部一共侦测到15架次的中国军机，7架次的中国军舰绕台，嘛掌握山东舰和辽宁舰编队伫西太平洋演训的动态。中国军队想要等突破第2岛链的能力，然后印太区域紧张。美国海军嘛表态讲，透过定期系列全球兵推，协助中国军队还台。We've been studying this in the Navy for a long time. We have a global series of war games. We needed to make Taiwan a very difficult target to take. 美国海军锁定5个重点领域，包括稳定打击的火力、反制中国军队指管等相关能力和非传统的海上武器等等，要帮助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。专家分析，美军战区包括全球定期兵推是向中方来放信息，美军密切关注包括台海等印太区域的变化，面对中国军队有可能的军事行动，拢有相对的应处做法。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会展示出美国的我们叫协调作战能量，或者说它的计划能量？突然，山东舰跟辽宁舰2艘航舰战斗群呢，就突然出现在第2岛链的东西两侧。这当然，第一个，美国必须要有所应对。美军唔若是兵推上好战略，和美国的联合军演嘛袂当少。亲像年度例行和泰国做伙主导的金色目镜蛇，和南韩的自由之盾，和菲律宾的金大鲸，甚至是2年1摆的环太平洋军演。专家解说讲，美方除了伫累积和严正作战计划，嘛确保台海在区域局势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